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的大爱！因着耶稣，你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过犯；因着耶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有盼望的儿女。主，我们今生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就成为一家人。我们的位分就是王子跟公主，我们就是在你的恩典之下的一家人。我们感谢你，主耶稣。特别在今早，我们透过你的使女，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去省思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若与你无关无分，主啊，我们就仍然的活在那个罪中。因着主啊，当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些有耳的，我们就要快跑来跟随你，我们就要去抢那个福分。因着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甚至我们要行出来，也能够要行动，把我们今天耶稣复活的故事要来分享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要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可以来勇敢的来传扬你的福音。主要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主要那来哈的那边说，阿弥巴一这嘎子在路样，那哈利妈妈。Anu awai di suami mata-mata mianan ulali mai kami mama matalawai kami kini ka azan miso saka mama pai zelen kami waktu suha azan miso anu ira aku fasa adi munu miso i umama ci izrai kami kini ka azan miso saka mama beli miso to ya rarawai mama talawai kalau jono niam sahamun kami ko na baru hai a ulit niye kusito ya pakai ni mama kami mama kami baru siang ko tatabanai angangan azan miso Mama kami 谢谢 kami imagini mama po lono kami ji回去 ini kami mama kami pataka to takong pakai ini iking pakai ini pai sununya kami pataka to olah dunia di sana nanai mama pada badan kami tapi mama anira pataka to dunia oke IT aku kami mama to aku pai aku bikin kaca di so ya mama selesai kami mama kami pataka to olah di sana mama 谢谢 mama betul lono sari kakak pakai ni pulang nana ani pataka di sana nana pada badan kami mama 谢谢你，荣耀归给我们复活的救主。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祷告。先让我们礼拜做一个结束，待会在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来做报告。这时候再次希望姐妹弟兄来站立，我们要特别的给他最后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早上的敬拜。好。赞美你，为着我们能够借主得胜，胜过罪的权势，为复活的主而活，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有更大的反省。如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献身服侍主的人，仍然也许我们会面对生命中很大的酷刑，甚至十字架的觉悟跟然而主上帝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受难以及耶稣的复活节的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恳求主不断的来询问我们，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因为主你在
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灭亡。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我们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有更大的盼望。Nanay, malalita ila itamanan ko sa paraman no tabang si Yesus Kristo, ato murah no kawas, ato bikapot no fan, salay ati mo itamanan amamin. To alini, tangasa ikaos na ore. Amen.介绍我们的教会就从我们最远的开始。美心教会在我们中间吗？我们为他们拍掌，来叫你上面。从基隆来的启光教会，你在哪里？为上帝的荣耀唱谢谢你们。奇美教会，谢谢把他的服饰非常棒。我知道汐止区的樟树教会。谢谢，现在注意到那个花东教会那个地方，谢谢。这边特别是有2间教会，第一间在士林星光医院附近的明山教会，你在哪里？这个地方。最后也要谢谢我们的地主，地城教会这边也感谢上帝通过李牧师每次的分享。跟邀请，停止了2年多的基北区的聚会，再一次就被点燃起来了。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只有9间教会，将来其实我们的区会还有很大的目标。求着帮助每个教会同工，各位的付出跟摆上，真的很重要，也成为我们同工很大的助力。所以谢谢。最后，我们就谢谢一个教会这次的活动当中多所的帮助跟协力这样子。好，举一个教会，你在什么地方？玉成教会，我们大的掌声给上帝给他们。谢谢。我们也谢谢那个赵明哥他的团队，好吧，一点他的提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待会我们就要用餐再次的强调，不好意思，这个场地不能够吃饭吃中餐这边所以必须要请各位劳烦到外面的走廊的窗卡尽量在那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来享用。那外面有准备那个杯水谢谢你指示的预备那如果你有手杯的话，水杯的话，也可以外面有饮水机那请记得不要忘记楼下的那个白头主日学，他们也要享用午餐。牧师在那边用餐吗？谢谢。还有我们用餐的时段我们就进行到1点半，对不对？然后就回到这个地方来下午早上的礼拜五就在这个地方来到下午有邀请喜乐合唱团来对这个分享，所以那个时间应该是在1点半的时候就都回到这个地方。在喜乐合唱团在分享以前，我们有圣经的有奖征答大会特别准备非常精美的小礼物，而且是用红色的纸包的这样子。所以待会就要请那个这一次那个主持人圣经有奖征答主持人美心教会的陈东亮执事来担任那下午他有要询问多一些的题目。那早上我们特别协商各位可以翻开圣经，这样子对，不分不可，答案就在圣经当中，这样子就请踊跃来答题，这样子好不好？
还有那个用完餐之后，请各教会自行准备那个垃圾袋，要回收。因为这是台北市，台北市特别强调，不是台北市，新北不是旧区市，把那个厨余分类好，还有垃圾分类好，放在我们外面招待处有好像5个垃圾释放垃圾的地方，我们统一放置那个地方之后，一起回到中间来。这以上的报告，谢谢各位，请上。介绍好不好？我们用热烈的再一次谢谢来所举办颁奖了。这是我们过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的卢兆明牧师，我们宣教师的女儿，我在这边特别再一次利用短短这样的时间打扰大家就这样介绍，谢谢大家。好，谢谢李牧师。好，那我们距离我们开始还有10分钟，那个那我们宣教师要先离开，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好，谢谢。是，好，谢谢。外面还有10本书哈，请各位一定要购买整本书哈，不想带回去。谢谢。那个在门口那边哈。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圣经的问答，复活节的问题哈，20个题目好，然后我们的奖金是，有奖金吗？有奖品哈，有吗？先拿出来一下，那奖品很贵哦。好，绝对让你可以使用1个礼拜以上。我们管的谈的奖品哈，打个哎，我们的老要给他打个过。好，我们啦，安扎啊，人家安扎，我说好，那我们就交给我们的这个东亮执事来做主持，谢谢。好，谢谢。大家刚把不都平安？真的很惭愧，我在美心教会将近8年的时间，这句话阿美族话讲得最标准了，其他的话就不晓得怎么讲了哈。还好大家能够回答我，表示听得懂，感谢主。好，今天我要利用短短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有奖猜谜的这个活动。那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先走了哈，但是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准备好，我们手中现在都有那个我们的圣经，我们的那个智慧型手机智慧型手机，那里面有那个圣经的那个那个网站。所以呢，这次刘阿春牧师真的很不客气，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以为他的题目很简单，结果看起来真的蛮困难的所以要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不是那么简单。那首先呢，我有想过，那么多人在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上帝写给我一封信，他是想说东亮执事年纪到了，眼睛要老花我就看到我自己眼睛老花了所以他第一封信给我，所以呢，我看近不太行，看远也不够，所以来说，我第一个用这个方式来。我们今天有8所的那个教会，对不对？8所教会那我现在抽到哪一个教会的时候，你们群体情侣一起来解答。那这个谁来发表？谁看哪一个教会，谁举手，对不对？那我就把这个奖品给他，好不好？好，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李牧师都讲过，肠胃炎待会很精彩的节目要开始好，那我现在就是要发问这个问题了那首先，永春教会在哪里？没有了。这样子，哇，那这样你们机会又多一个啦。好来，第一个，美心教会怎么剩1点而已？去上厕所还没有考，他就去紧张。好，我从后面来好了。花东教会在那边刚好进来，刚才要问你们问题而已。刚进来嘛，又问题好像不太可能因为你们还没有坐下定来。好来，名山教会在哪里？
在原来在我们后面哈。我要请教第一个，下列各句哪一句不是主在十字架上讲的？注意哦，下面的各句哪一句不是在主在十字架上讲的哦？第一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个，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第三两个字，成了。第四个，父啊，我将我的身体交在你手里。这四个答案哪一句不是在十字上讲的？名山教会，请回答。谁要举手？等一下哦，他们忘记了才有你们的资格，有没有？讨论一下，要不要开长词会？不用了。来，请说。成了不是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吗？是哦，再一次机会哦，2次机会而已哦。好，第一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个，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成了。第四，父啊，我将我的身体交在你的手里，请说。什么？第四哈，答对了，好。我们请我们的童工，刚才不跟我照相的陈真过来，快点，拿给他，我时间有限，动作好。刚才谁答到了吼？来，你做我的小童工。刚才牧师有讲过，我也不晓得什么东西，他说里面可以用1个礼拜吗？好，我们现在请花东教会已经来到他们就地位了哈。好，第二个问题，所以你们不会要那个要去问刘安春牧师怎么出那么难哦。好，哪一卷福音书记述了复活后的主请门徒吃鱼呢？好，哪一卷福音书叙述耶稣复活后请门徒吃鱼呢？刚才卢实力传讲的哈，传道士在这边没忘记问他哦。第一，马太福音；第二，马可福音；第三，路加福音；第四，约翰福音。好，请我们的花东教会知道的，请举手。好，我再念一次哦。哪一卷福音书叙述了复活后主请门徒吃鱼？好，4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谁举手？我没有听到谁说。谁讲的举手？要我看一下，是明山吗？不，是花东吗？对哦，答对了嘛，我打深一点。约翰福音，我们的同工来。好，是约翰福音，没错。来，对啊，要一点掌声哈。再过来，玉成教会。玉成教会这一题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玉成教会，请问复活的主在哪一座山上升天的呢？在哪来座山上升天的？好，复活的主在哪一座山上升天的？第一，加略山；第二，黑门山；第三，橄榄山；第四，锡安山。来，我们举手一下，我们的那个玉成教会在哪里？玉成，好，在上面哦，高高在上。请问这4个答案第几个答案？第一个加略山，第二个黑门山，第三个橄榄山，第四个锡安山。请说，派代表起来。第一个答错，还有1次机会。不是加略山，答错了哈。谁？1个人派代表讲。什么山？他在哪一座山升天？锡安山，答错了，让给别人开放了。好，让人开放出来。来，复活的主在哪一座山升天的呢？我们知道答案的，请举手。来，你那么快的举手，你要讲，不能要还。
啊？橄榄山，答对了。哇，年轻人动作很快。好，这样3题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启光教会，刚好到我们的正对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人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出自哪一节经文？太棒了！谁叫你坐在我正前方？刚才牧师要知道，他就不行，他说他眼睛看近看不到，所以我们要跟他讲。好，来，我们看第1罗马书，第2哥林多前书，第3加拉太，第4约翰一书。我在讲明白，说清楚，只要你有手上圣经的话，我在这说，我们借着洗礼归人死，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出自哪一节经文？我把范围再缩小，罗马书6章4节，哥林多前书1章15节，加拉太书5章14节，以及约翰一书3章5节。好，请我们的启光。约翰一书答错了。哦，好，还没有，后面是启光吗？是吗？也是。哇，你们阵容多庞大哦，到后面都是。好，刚才记得谁？第2次机会哦。罗马书6章4节，答对了。那个牧师是谁？我会带哦。好，你看看我们美心逃之夭夭，剩没几个。他试着帮我们答，没关系，美心也是有在其中参与到。好，我们来看美心讲。我们大部分人跑去哪里呀？来，下列各项，我这个没有泄题哦。下列各项哪一项正确的按次序描述了受难周发生的事？4个让你选项。第1，咒诅无花果树下不结果，为耶路撒冷哀哭，犹大卖主离别的劝勉。第1个，咒诅不结果，为耶路撒冷哀哭。第3，犹大卖主最后来到了离别的劝勉，这是他的受难周发生的事情。第2个，主在各个他，过来就在克西马尼亚祈祷，彼得否认主，最后被钉十字架。第3，在叙利前受审，转回该亚法受审在该亚法受审。好，再来是为门徒祈祷，受罗马兵丁来把他戏弄。第4，主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与门徒吃逾越节晚餐，在公会前受审。好，这个比较长一点哦，没关系，我们美心教会虽然人数少，但是也是很优秀，对不对？好，那个美心对不对了哈？在下列哪一个正确的叙述受难周的发生的经过？它的顺序：咒诅无花果树下的结果，为耶路撒冷哀哭，犹大卖主离别前的劝勉。第1个，第2个，主到各个他，在克西马尼亚园祈祷，彼得否认主，被钉十字架，在叙利前受审，转回该亚法处受审，为门徒祈祷，然后最后受罗马兵丁的戏弄。第4，主凯旋进入了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与门徒吃逾越节晚餐以后，在公会前受审。请问哪一个？快点喽！1、2、3、4，我已经念了3遍了哈。Hosanna, Hosanna。
几？那是几？第3，答错了。还有一次机会。我怎么选自己的那么难哦？来，第3，我刚才唱什么歌你们都不知道，我就在暗中提示了。来，请说。第4个，你看看还是有慧眼的喽。来，第4个，因为他在哪里？在主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来，你要给我们鼓励一下虽然没有是把这位答对没有把机会拿给别人。西美教会，西美在哪里？在我前面，然后右前方，好。来，西美，来，主与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说杯中的葡萄汁代表什么？好像很简单哦。与主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说杯中的葡萄汁代表什么？第一个，主的身体为众人舍得，使罪人重生；第二个，主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第三，门徒的爱宴代表彼此相爱；第4，痛心的眼泪，因为预知犹大要卖主，彼得认主。好，这4项哪一项是说杯中的葡萄汁代表的意义？请说。第几？第2题，对，这个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救。OK， 哇，这个比较简单，好来。樟树教会自己牧师开的我就要给他最难的给他。其实最难的话，等一下出牧师会骂我，不要。根据了圣经的记载，耶稣死后是谁首先走到他的坟墓的？刚才如池立纯道士有讲，大家有注意听，应该知道。第一个是门徒彼得和约翰，第2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第3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亲弟兄，第4财主约瑟。请问第几个答案？请说。在那边我一直看那边呢。来，请说。第几？第2，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OK， 签对了。好，现在开放的时间因为我到50分，所以我要把握这时间把这个礼物全部送掉。在之前我们刘耀初牧师在讲这个主持人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的工作我说这样服侍的话，工人的工价嘛所以有什么代价？他说2个给我这样子啦。我听了就很高兴了，我有代价了。但是在这边看到大家都非常的踊跃，所以我把2个也接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猜，都没有鼓掌，不好玩。我本来可以用2个礼拜的，现在1个礼拜都没有办法用。好，现在开放的时间了。下列各项哪一项不属于罗马书第5章提到的信徒因信称义得着的福气？再慢一点，下列各项哪一项不属于罗马书第5章？罗马书第5章提到信徒因信称义得着福气。第1，与神相合；第2个，病得医治；第3，进入恩典；第4，得着喜乐盼望。请知道的人举手。我跟你们讲，反正只有4个而已，乱猜也没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反正猜错就好了，又不会牧师把你抓回去，在那个那个什么，再去跟你们门徒训练来，没有？来，请说。来，知道的人请举手。第2，病得医治，太棒了，答对了。
望，对不对？好，有希望我们就用这个很勇气的美心教会加油啊！我们对，来，下列各项哪一项是罗马书8章1节到6节提到的重点？真的是考圣经哈。罗马书8章1到6节提到的重点，下列哪一项是 ？A. 信徒是靠着基督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B. 以色列将要复兴。第三，信徒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有圣灵居于生命中。D. 基督的复活成了信徒复活的初收果子。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的可以举手。好，请说。3. 信徒已脱离罪和死的律，有圣灵居于生命中。答对了。好，来依序而来，再来就是在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保罗用什么来说明了神是毫无保留地爱我们？再说一遍，在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保罗用什么来说明了神是毫无保留地爱我们 ？A. 神不听魔鬼对我们控告。B. 神吩咐天使也要服侍我们。C. 神愿意将万物赐给我们。D. 神连爱子耶稣也赐给我们。请答，请举手。又是你，我们把机会让给人好不好？好哈，太强了，等一下8个全部都他的。好，来，这里来谁要举手？谁有没有听清楚题目？你说。第4个，神连爱子耶稣也赐给我们。答对了。好，我们猜过了，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如果他们猜不出来，我们再来答，好不好？好，这样子会比较好玩。好，来第15项的话，这个题目都是考我们圣经里面的题目哈。哪一项是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中，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做的祷告内容？来，再念一次，哪一项是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中，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所做的祷告内容 ？A. 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的心意，他荣耀的计划和能力。B. 求神赦免他们拜偶像的罪。C. 求神感动他们多为福音广传献上祷告。D. 求神感动他们为建殿的需要奉献金钱。好，知道的人请举手。赶快哦，有举手就有机会哦。A、B、C、D 只有4项而已哦。好，再快的再念一遍。保罗用什么东西来说明了神毫无保留地爱我们 ？A. 就是神不听魔鬼对我们的控告。B. 神吩咐天使也要服侍我们。C. 神愿意将万物赐给他们，不是拍谁哈，我念错了题目了，都没有人指正我呢。原来你们都没有注意在听。好了，这个东西很珍贵哈。来，以弗所书1章5到23节，保罗以弗所教会信徒做的祷告的内容，是不是？好，来就是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的心意，他荣耀的计划和能力。B. 求神赦免他们拜偶像的罪。C. 求神感动他们多为福音广传献上祷告。D. 求神感动他们为建殿的需要奉献金钱。请问是哪一个标准答案？请举手。快点。答错了。还有没有？上面。哪里？你 A. 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的心意，他荣耀的计划和能力。答对了。好，这一题
题跟我们今天复活节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哈。好了，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题目，请大家踊跃举手啊！来，在腓立比书3章11节中，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表达了什么意思？腓立比书